柴灣環翠邨呢一名準住戶喺呢個周一嘅時候，即係8號啦，喺網上面討論區咧就提出咗一個疑問啊，指出咧就喺早前啊收樓之後咧就發現單位嘅鐵閘同埋大門嘅鎖位嘅位置咧就相反喎。開門嘅時候咧，需要將個鐵閘啊推到最盡咧，再伸手啦喺呢個閘同埋門之間嘅有限空間度進行開鎖啊。前後啦就需要數分鐘啦，冇估到咧就係竟然咧引嚟好多人嘅留言同埋討論啊，揭發咧原來涉及咧多條公屋屋邨入邊存在咗長達30年嘅一啲咧刁難居民嘅設計咧，就引起咗社會嘅關注。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咧會同大家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相關嘅，有興趣嘅朋友咧都歡迎大家咧留言啦、訂閱啦、點讚同埋分享嘅，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呢個影片嘅內容入邊咧就喺評論區嗰度就留言作出評論啦。如果覺得啱聽嘅朋友咧都歡迎大家咧課金留言啊，鼓勵同埋支持下我嘅日常創作嘅。咁就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今日嘅話題啦。房署啦就喺12號嘅晚上就回覆表示啊，留意到咧有居民反映到咧有關嘅安裝方式咧對日常使用係造成不便啦，亦都咧已經即時咁樣進行咗檢討啦，並且決定咧因應住戶嘅具體訴求同埋意願咧，為呢個租戶啊提供咧多項嘅改善方案啦，包括咧調整呢個大門開啟嘅方向啦，優化大門設計啦，同埋按居民嘅意願咧去移除個鐵閘，甚至啦相關嘅工程費用啊會由署方去承擔嘅。嗱，就咁聽落咧都好似唔錯。其實啦，明顯都睇得出咧呢個咧有少少係一個設計啦，或者裝修嘅一個錯誤啦，令到啊住客咧就有種被整蠱嘅感覺啊，甚至啊連呢個公屋聯會嘅總幹事啦招國偉咧都講啊，就係話呢一種設計咧確實啊會影響到一啲咧長遠啦長者啊進出單位嘅時候一啲行動啊。過去啦可能因為舊閘嘅設計咧就比較鬆啦，住戶咧可以自行去改裝啊，或者拆除一啲內框嘅門柄啦，先咧叫做啊未有一個大範圍啦引發一個投訴嘅，但係房署咧其實真係有需要優化噶。咁都同大家讀一讀內文啦。咁嚟自呢個香港01嘅報道啊，咁有市民咧就喺呢個周一啦，即係8號嘅時候咧，就喺網上面分享一個圖片啦，可以見到咧佢個單位嘅鐵閘咧同埋木門嘅門鎖方向係左右相反噶，哇都幾大整蠱，並且咧指開咧就係個鐵閘啊係唔方便開門噶啦，事主都形容啊開到隻手都抽筋啊，都開唔到嘅。就呢個有關情況咧，其實房屋署咧就喺呢個12號嘅晚上就有回覆啦，就表示啊其實都留意到咧近日有啲居民咧就反映到咧嗰個安裝嘅方式啦同埋日常使用咧係會造成一個不便啦，已經咧即時進行一個檢討啊，並且咧決定咧因應呢個住戶嘅具體訴求同埋意願啊，喺符合呢個消防條例啦同埋技術可行嘅基礎之下咧，為租戶提供多項嘅改善方案啦，當中啊包括咧調整大門嘅開啟方案啦，優化大門嘅設計啦，同埋按居民嘅意願啊去移除呢個鐵閘嘅。咁 Case 我自己咧細個嘅時候同爸爸媽媽住咧，咁都係住喺一個公屋嘅單位啦。咁當時咧其實都見到啊身邊咧有唔少嘅鄰居咧，其實大家咧都係會有改啦或者改裝個鐵閘啊，改裝到門嘅呢個習慣嘅。好多時候咧啲公屋住戶啊喺裝修嘅時候咧，除咗裝修間屋嘅內籠之外咧，可能都順便換埋啲門啦，無論係木門啊定係個鐵閘咧都換晒佢嘅。普遍咧今時今日咧見嗰啲咧都係一啲不鏽鋼嘅趟門就為主啦。房署亦都表示啦，就都理解到啊租戶咧對一啲有關嘅選項會有唔同嘅考量啦。咁所以咧各屋邨嘅辦事處委員會咧嘅人啊都應該盡快叫做聯絡翻有關嘅租戶啦，向佢哋清楚解釋翻呢個有關嘅選項啊，俾呢個租戶咧就選出一個心水嘅選擇啦，並且協助啊佢哋叫做落實翻一個具體嘅方案同埋需要改善嘅措施。相關嘅工程費用咧會由署方去承擔喎。哇，咁樣嘅話咧個水位咧會唔會好深噶？同埋咧正常嚟到講啊，要呢啲嘢咧應該要落tender啦，要招標等等噶，會唔會咧有一啲私相授受之嫌喺入邊呢？都明白香港有咁多個公共屋邨，如果一下子大家一齊啦由署方去包底去改嘅話咧，喂入邊嗰度咧嘅錢啦牽涉到係非常之多啊吓！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啦，又或者屋苑嘅
嘅一啲法團呢，大家又如何去面對一個新一輪啊，淨係改門啊、拆閘呢啲問題嘅水位、水分問題呢？至於點解咧會有一啲咁刁鑽嘅設計呢？其實房署都有解釋嘅。公共嘅租住屋邨單位呢，主要就採用一啲趟閘啦，或者摺閘啦。咁我細個嘅時候見普遍都係摺閘啦。咁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呢，木門鎖啊同埋鐵閘嘅開口位呢，均係設喺同一側嘅。咁然而呢，好似柴灣環翠邨呢一類呢，80年代設計嘅一啲舊嘅屋邨啊，喺走廊轉角啦或者走廊盡頭嘅單位呢，安裝鐵閘嘅時候啊，需要啦同時兼顧呢個公共走廊嘅闊度啦、設施啊、喉管嘅分佈啦，同埋毗鄰單位嘅牆身、鐵閘、電錶箱啦、煤氣錶啊等等嘅因素呢，咁喺一個逼不得已嘅情況之下，就唯有更改呢個閘門嘅開口方向啊。因此呢，閘門啦同埋木門嘅門鎖嘅位置呢就會相反咗啦。所以有陣時呢，其實裝門嗰啲師傅呢，可能都要用腦筋諗一諗，係咪真係 work 嘅先？即係你裝修嘅過程入邊啊，有機會呢，你都要入去個單位度噶嘛，就唔係就咁裝完個閘或者裝完對門就走人噶嘛。咁如果你喺裝修嘅過程入邊，你裝完對門之後，你都發現喂好難出入喎，咁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問題嚟噶啦。就呢一類嘅獨特情況啦，署方啊同埋咧扣載嘅更換新閘嘅時候咧，已經喺呢個接閘啦同埋大門之間咧，就叫做盡量預留空間啊，減少咧住戶啦使用鎖匙開關大門嘅時候所造成嘅不便啦。此外啊，其實呢個柴灣嘅環翠邨啊怡翠樓嘅大門咧向室內啦推開咗之後咧，咁個門背咧會緊貼住啦單位嘅窗戶位置啊，佔用咗室內嘅空間咧就較少啦，更加便利呢個租戶咧就擺放家具啦。當年咧各種限制之下咧，其實房署係採取咗咧現時大家常見嘅安裝方式嘅，係咯。其實咧房署係有當年嘅時候咧有展現出佢嘅彈性處理嘅方法啦，即係就算有一啲空間嘅限制嘅時候咧，其實啊到真係師傅啦落地去裝啊嘅時候咧，理論上都應該醒水嘅，理論上咧都輕輕知道咧啲嘢應該點樣裝咧就會好啲啦。同埋啊做設計嘅時候咧，工程師又好啦，則師又好啦，大家睇一睇入邊個則咧，輕輕都應該 smell 到啦，或者知道咧啲嘢點樣安排啊，啲位點樣放咧，先係合乎翻個人體工學噶嘛。至於咧現時一啲新建嘅屋邨嘅設計咧，其實已經將個鐵閘咧就改為一個趟閘啊，並且咧叫做有一個足夠嘅空間啦，俾呢個鐵閘去敞開嘅。咁喺一個一般嘅情況之下咧，鐵閘啦同埋單位嘅大門咧係同一個方向去打開啊，而且啦喺一個特別嘅情況之下咧，鐵閘係就算完全敞開晒啦，亦都唔會阻止到啊單位嘅大門門鎖嘅位置啊。即係例如可能有陣時我哋搬屋啦、搬家私啦、入床啊、入梳化、入台、入雪櫃嗰啲嘅時候咧，有機會就拆晒成個大閘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理論上都唔會阻到任何門鎖啊或者入屋啊轉彎嗰啲位置咧，理論上就完全唔會阻到噶啦。咁都更加唔會啦，叫做無阻呢個居民嘅進出單位啊。所以咧呢一單嘢咧看似就簡單啦，實際上啊牽一髮就動全身嘅，要揾翻呢咁多舊式嘅屋邨啦嘅個設計出嚟呢，而且就由呢個房署去包底去作修改呢，當中啊牽涉嘅成本啦或者錢呢，譬如我話落廳打啊嗰啲嘅時候呢，咁嗰啲嘢又點樣去計呢？點樣去包裝呢？如何啊去令到件事呢順暢地去運作同埋做好呢？似乎呢個都係一個新一輪嘅煩惱或者新一輪嘅衝突爭執位啊！咁今日咧就輕輕講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多謝大家，拜拜。